当我昂上昂的昂，这个所在是绝对的祝福。你讲他那是入我的祝福了。你讲我安尼到是你的祝福呢？我想我来大啲这个所在。你要带我去到你的实地的市场啊，是太老热，我爱这个山顶时，了这边我慢慢，我会带直直看，直直看。伊几千人对去 ，slaves 啊，伊这个叫做罗仔小姐，即罗仔查某间拢总做工人，他们跟他对去申请的。and then 买来伊人大啲迄个所在，离开社会国20几支伊人升起一个国家叫做萨克达，他们属于叫这个国家萨克达，and 伊人到着这个所在就是下晡时，萨克达就是沙洋就是啥物下晡的国家，伊人到遐边，就到这个坎站，咱车停，这个高速接一条一条个接。在啲社会国有一个好野人，伊名做 Treasure Megara。这 Treasure Megara 就是本是大富王，特别偏到维萨格的大母，维萨格的大母，苦卡布这个卡条，维萨格的爸的家伙是3000米年，这 Treasure Megara 马路有400米年的家伙呢，所以。请他这，特别本是大地向边个所在，伊是算作真正大富王，但伊做王，不是那啲王的设计。伊有一个后生名本要瓦达呐，这米加拉伊有一个后生，个一个后生呀，要爹干嘛？讲我这后生听，听为听，如本是9岁生了，21岁了。应该教员，嘿，阿妈，我买教员啦，教员做咩？袂使无教员，你来无教员，咱的家庭断精了，无精了，啊，辛苦啦，教员买，做家干嘛？就是你人少人家看，逐个大母爱你人教员家家，特别找好好诶，唔通找了啊。自己家唔差乱啲家庭了无，所以看下一大部被医了的时，伊讲阿妈，你教员我买，人伊想，你逼我教员，好阿妈，你找到安尼款的查某我才会教员，伊爱5项的水，呀，虾米叫做5项的水？这个查某你来找到安尼5项的水安呀？伊个头毛会真正水，伊个肉会真正水，伊个骨会真正水，伊个皮真正水，伊个youth，伊个青年本真正水，只少年真正少年，即个5项的水，咱来想看，咱来吃开看，虾米叫做头毛水？福气查某，伊若是讲人若是有福气。啊！这个较正人老人，要精神了，要看精神部就要听书啊，那讲的啊。特别这个坎坷找到安尼查某，安尼虾米事？这个福建的家来讲，那是福气查某，伊头毛绑落的时，会冻到在卡后面啦，是。他那有慢啊当初啊，那款的头毛，有时上个尿尿有啦，都本就接走你就这。这个唔能接脏，伊头毛会搞到这个后顶后尾 ，and then 伊头毛尾会翘倒起来，会翘倒起来。那是你看到安尼款的查某是有福气查某。第2项，伊讲肉就要水，虾米叫做肉？假如你看人的肉，看人的嘴唇，嘴唇啊就要红赤赤、水水。特别唔通去挖人知嘅无影无食嘅，所以 naturally lip must be bright red。第3项一骨，按照看人嘅骨，看人嘅喙齿，伊若是开嘅时，像个一排嘅不连啊呢，哦，像个这个叫做虾米 seashell。啊，至少是虾米壳啊，
大啲水浸甲浸入久了，一过了像个鸟就水浸入水摆个像水规裂安尼样，伊袂使有行 ，and then 伊若是笑诶时，伊八个关起来，啊，毋知有人有无使看，电视照常看。Skin must be smooth， 伊肉望了像个布噜安尼。佢哋逐个人就使望啊，别人未使试看望。有伊白，伊叫讲啊 ，like Kanikara flowers， 即个 Kanikara flowers 我唔知呢，特别伊白，像个布噜噜，安尼就是讲啊，一个查某有即个五项的福气。所以大部咱要做请这个 Brahmin 108个来请做军队里，请了叫这个 Brahmin 讲，他那里路人会找到这个查某有这个五个福气的无？要大讲，路人会工课，我互路人累，我互你这个花裤，金的花裤，值100千，你来找到到路这查某安尼水。也这个花裤送这个查某落地，阿毛滚落去，就是讲啊，接受伊做新妇。然后这个有影大吹啦，这个108人无去，伊见8人，这8人全印度伫吹，这个安尼款的查某吹袂看，吹袂看买来到自己特别对了的点声，佮加20几支抽，要对人的厝了吹无了，到个。萨克达的点声拄好一个做大日子，这个大日子上甲咱古时古早人正月15，查某的心声，伊人夜间莫互人看，了去伫江边啊，金了扑，那是扑惨啊，白酒的红无好的红，了到时要买要金的时啊，佮到时要见大粒的工，所以伊个声较大声，砰！所以你看。古时我大高原的时，在高原的一个桥叫做 Grand River， 桥下底我人过上班就天开出暗，你叫像人叫啲查某要见的时要见大粒，所以伊声会大声，那是大声，忽略大部人是恶名，大福气的，那变咗啪我人看，到了一个无福气的查某，特别我人扶起来就来暗即甘来食。他那我想无人做安尼样了，在这伊结阮有安尼款的点声，迄个点声是逐个查某去伫江边，装水去江边去佚佗，逐个查甫大灯看到了一个水，来到了一个水呢，伊人吐了，伊人大灯去看。咱这个对人看伫吹，点无点一看到啊落雨，无着地落雨，就无着地落雨，这对人走去伫一间大间厝的边啊，伫添雨。了这个月煞甲运气，500个这个经水人对条去一大佚佗伫干的，咱这落雨呢，要经水人拢总走伫咧大间厝去惹雨。为啥个慢慢行，一步一步行，这一步一步行，伊人看，哎哟，这查某个头毛个绑着伊ขา尾水，面个水，嘴唇个水，看了掉落了，特别不按照水按照看，未通看伊喙齿，所以按照做，这查某来的点声，伊人讲，啊，这个查某。你看落雨，啲落雨，嗰啲四摆行，哇！呀，这个是笨蛋人啦，一阵来教人就安尼无，就食青梅啊！了这个啥个听着，昂哥你人讲虾米话？我话人讲啊，你看大人去走，你笨蛋行。无正这你是较笨蛋款的人，那是一阵来教的你白日惨就要食青梅。伊讲我毋是袂走，我来会走，我对着我这个经济人，我唔爱走，因为有几若项理由，
我不应该走，死的理由我买好路，我讲我听，有死的理由，人唔通走。然后我个另外个一个特别的理由，然后他那有讲话，了这个别人嗰要再看，小姐，你讲下面就死的理由，应该人唔通走。咱这个为啥个讲来听？你要知这个事项啊，那是这个王，穿个王衫，穿个王的这个咩白的哈咪，那是有哈咪事王走啊？王你知那是要走啊？要有衫裤金当当了个，要衫裤穿王的衫裤较重，伊就要走啊起来，一边手染的，一边手安尼走，伊讲真正歹看。所以一个王穿着王衫裤，咱来去走啊，是真正歹看，无人做王无应该走，因为是走是伊是本人爱笑，人看伊无。第二项伊讲王的枪，迄个王的宝枪啊，安怎样本伊袂使走，伊要行，伊就变 majestic， 行了有势安尼，王的枪伊行一步一步在。像有的人啊，大家的行路，本人讲哇，来个 king's elephant， 我看伊行路这个就是讲，安尼款不应该走。第三项，伊讲啊，这个火烧，你看啦，这个火烧，你走，你看有，你来看火烧走啊，哈咪是这火烧，人唔像人，火烧就日暝爱重严行，行的时就要头切，一步一步一边埋伏。了你若是走的是无埋伏，人看衰你。了第四项，查某人，你人使看，你人穿水好了，嗰啲大叔咁啊，把当你人讲，sports 啊，小刀走啊来啦，我搭人笑。人讲看，十有哪讲，人看伊喙齿阿蕊，佢白水。beauty of both 有了，五项有了。小姐，你讲四项我人明白，嗰一项呢，讲互我人听。讲嗰一项啊，我人做查某囡仔，是阿爸的千金小姐，上甲我背来，我人若是走落去，我人跋倒骹手指，别日家无人爱。我人的爸落本啊，开安尼坐，你看经书人安尼坐，甲了就是攞着累着虾米，这个物件别日就无人爱我人所边阿爸阿妈的家，唔是讲阿爸的阿妈的名声所边家，你这个我无爱走。咱到来看着安尼查某讲话，甲了个有理由。也这话科落这个查某，意思是讲我人接受你爱做我人的媳妇，咱这个查某问，你人打落来，我人大杀气大，这个人呢在听，这个查甫是绝对，伊讲这查甫是伊名本雅瓦达纳，伊教会伊爸教会就是伊爸爸的教会400年。咱伊做虾米网纱，伊是 Brahmin 的网纱，咱伊知讲，甲伊爸差不多相配，所以伊接受。伊袂使伊讲是会接受啊！伊做查某囡仔，伊就要教伊阿爸讲，咱若是查某就互人见着了，这是叫做见着了，袂使安尼行对了，就要坐马车。有女的坐大的水的马车，无女的坐较老白的马车，佮较无女的就要行路。可较无女的，无人行路，无人虾米伊若是行路，伊人红花裤，伊人裤伫查某，咱人知看着穿花裤，但你一个查某人讨了，你人袂使讨了，一个我木了，人木我了，就若是无女的，伊摕虾米，伊会一个 skirt， 伊会个另外一个啥 skirt， 查某的 skirt 啊，伊抓伊肩破掉肩头落去。也什么也毛，伊会啥毛尾呢？破镜头，所以人来看到这个查某的这个破镜头，人知讲这个查某人讨了，所以人唔敢讨了。所以这个为啥个就知讲人爱伊了，就查某间转去，讲阿爸听，叫马车来，来到500斤的马车，
我把青你看去，大老咗，就去到地了，每一把讲，你人得落来，我人做啲这小微国，你头家米加拉，这些了，该会就去400 million， 400 million 年，我人嘅平到我人嘅该会是啥苏古类嘅呢？所以人大粒人講有淡薄嘅話，你看啊，就 I think so this the way of the world 啊，但是講有人就講就我係較濟過路，但係講唔要緊，我人是無緊有類愛較有類嘅，我意思是講啊，一個人伊上網沙會飼着我嘅囝走啊，會飼會把我就嚟引着啦，然後引了。这个白人就转去去讲，我头家听讲，谈咗咯，咱咧查某5个水，真正水。然后人民家啦讲，自己惊，有人去谈咗安尼样，出来说个南南家呀，南南家呀，嗰是王去请来啊，哟，安尼好野嘅，很多人去吹着安尼款啊，然后伊人安尼就呢。只订婚了，就要看咩教员，人讲啊无看咩教员啊，成日讲谈着这查某较无咁好诶，慢来啦，我无那就爱个买，之类，哇，看咩，就之类，这些的米加拉，讲我都要起来讨论甲王，我特别讲要去带新娘，你是讲我王听是王嘅王，我未注意几日我惊。看到新娘了，我人要去带新娘顶，来王们讲追的查某囝，这些个男仔仔啊，这些个男仔仔啊，你要去带新娘，第时要带，该几日我人要去带，未使，我本就来去带，我本就来去带新娘，王本就去带新娘，王带时，王去唔是一人，王去甲要定的几十千人。所以我教这边講嘅淡薄啊，所以我講我哋去，咱教你日子呢，我啦佢嘅，而且米加啦，少佢嘅司機市場，講我要去帶新部隊來咯，老人直接要來對我去，會使講佢嘅司機嘅人對去。有一間厝老一路人高厝，搞了對去，所以成8,000人要去帶一個新娘轉，王甲伊並來去看這個命安尼樣，人來帶新娘，所以去到前20要我差不多要我20支手的時，講互家聽講，咱仔啊。你親家來要來帶新娘對了，參王甲了來，未去帶時講互聽，講王要來對參啊，你會接受嘅，安尼濟人啊，一個男仔啊講安尼回批對去，唔通講一個王，10個王叫伊來帶我查某囝去，我本接受，伊不安尼好日。成8,000人講無夠日，叫佢10個人安尼樣翻來，伊接受。就教家嗰個哈佛你想講差不多10落幾條，教家10幾打，伊人當聲講我聽講，你親家要來帶親了，帶親啊，這邊啊，咱啊仔就聽咗安尼呀，叫佢走啊來，為啥個？你五官就五官咗，反正我是五官咗，你等人啊，五官要來帶落去了，伊人無像啊，咱等人啊，他那是叫老阿母去帶，駕駛去帶，無駕駛到啲厝啊，就嚟叫伊五官甲王來帶新娘子，落去教人邊嘅時講互人聽講啊來了，嗰個攞3支條這邊啊。家家嘛參啊，家家走啊參上，走啊把你只15歲幾啊未到16歲 ，and then 伊幫佢伊查某囝，你啥個 my daughter，你 father-in-law 來了，王來了，你拍算款待伊人，and 伊你看伊安怎講？
15、16岁囝呢，伊叫伊查某干罗仔伊收个拢总来，伊拍算啦。即间厝要互王大，即间厝要互二王，即间厝要互倒落一个富业人大，倒落富业人，甲了伊哩，我五官要大倒落，伊甲了拍算，安尼拍算佫袂要紧，伊叫在鼓励来，你个工课是要雇人个买枪，人个这甲了买车拢总甲了雇，你个工课是要主家。这个主家是要顾好王的阿咪，这个主家是要顾好这百姓人对来的。这个15岁囝几个囡仔，要直接百几千人，有人出来看，我想，若是讲这边闽南语的 association 要开大会啊，咩水千人要来，我想人讲meeting过啊，这个查某囡仔呢，伊做料理个了。这个福建的仔来讲，对大陆，and cleverly fulfill method， 真较久伊伫保持落来，伊地位真正高，伊拍算路真正好，所以到这边个位置，后个礼拜，伊加装有人看 ，and then 伊直接人拍有人看 ，and then 伊带时了有人看，伊转去叫做外家个，入去个外家你看伊安怎样。这个后礼拜真正 interesting 有人看 ，and then 爹安怎伫家境？当然我逐个讲啊，做人全部要捌道理，晚困早起来洗头，抹粉点面子，入房内也针子落灶骹洗碗肚，学罗兄学罗弟学罗亲家请搞家事，你看伊把家伊一行让听 ，and this is really wonderful drama 啊！这个到这边为止。看啊一点钟了，你若是接落去看半顿无听，人看伊人安怎搞？控这个保险，这个查某真正厉害，大项伊聪明，伊无 excited， 无讲乱，真正搞伊拍算物件，甲了伊做了有头有尾，这拢总就是讲啊，滴滴答落来，你看伊根本讲。也这地位铺来安怎直接安怎拍算安怎做，拢总对保持，我保持的人互你世间活的地位知识 ，and then 未来伊看到地位就是跳出苦海，是伊看到伊过罗汉，伊莫去较开，伊若去较开会看，但是伊是肉身的享受嗰啲爱咯，所以到这边为止，后个礼拜我才刷落，后个礼拜才了这个故事啦，so。咱来回想好哦，有无？咱刷到这个你三角会经，会记我顶礼拜我讲，你三角15岁几也未到16岁，了结婚甲这个富家人，要来娶新娘，伊五官来娶。王本来娶新娘，王来一并的五官娶几个饲鸟的人来，会使讲啊百几千人，伊一个查某囡仔15岁几都看伊的花树，伊爸叫你来买啥角，你五官要来娶你，要娶你去入门了，这边安尼呀，伊家己拍算叫伊查某干伊虾米拢总下，你做安尼。了，你人一般的人雇人的马，雇人的枪，了你一般的人主家，你一般的人款待，做老热。伊个意思是讲啊，安尼一个人来，伊莫互一个人讲啊，失礼。你人看一个人的花树立伊安怎？安尼本事一个囡仔15岁几，这个公德伊倒落来，伊是真早一个福的点声，伊是一个王的查某囝。伊伫款待只回销，水清的回销，伊一人伫做，伊是啥王的查某囝，伊拍算只做白回销要安怎做？这个就是伊做的工课，伊是讲 servants to the sangha， 福建的像个阿三安尼伊做，这个功德说你看伊来的是。15岁几人，伊会拍算直接人客百几千个人客，伊一人直接伊做咧，拍算。所以来个遐边啊，拢总人客来的是一个像个
人接受上甲讲啊，真正大人客安尼，无一个讲，哎呀，你看来啊，伊无睬我，达人拉萨讲，哇，伊接受我上甲一个大粒人，王落甲一个定囝，一个定囝问讲，哎哟，你看伊去接我上甲一个大的啥人客安尼，所以伊无一点的失礼。嗰一日人来带新娘的时，嗰一日下晡。叫500个拍金的人，大啲来啲的厝，500人甲他做虾米？做拍金，拍金要做虾米？要送一个金器，这个金器叫做 The Great Creeper Parure。你要叫我讲，当然话我袂晓讲，但是伊是安尼一只红，加一只孔雀，插啲上柜落来甲上菇 ，and 伊个白类啊。拢总是连大粒，连旋甲了大粒的物件。这个就是讲啊，伊价值90 million，无一个人有一个金器讲90 million啊，只你听人讲啊，无在这1 million、2 million的有，特别这个金器90 million，甲达这个一项呀。所以人来百几千个人客来要来带新娘子。大概几哪日过了差不多4、5日安尼，王讲互伊个即个爹听，咱那知影，为啥个会爹？伊讲啊，朋友啊，我人想来对我人要带新娘对啊，因为我人太济人啊，我看来这边来带新娘，我看愈只啲款待安尼，我惊袂堪咯，水8,000人安尼去食，因有人去接受我人啊。你人会食，逐项拢总安尼 special 啊！我看金沙本骨会放，所以我人想要带新娘要看要转。咱啊，这为啥个会听人家讲？伊讲王的王，落雨天来了，你人会记我逐过只会上入这9月15入3，咱9月15出3。出晒了9月15甲10月15，定做一个暗，拣一日子做这送咖啡。所以意思就是讲啊，这3个日是渐落雨，所以伊向边啊，伊讲啊，这个落雨天来了，王伟，这个4月日你人不应该出来行，你人大是做啊人客，4月日。你王，你这王这平白啦，你这拢总逐人欠王虾米物件是我的事，我担这个责任。伊老王甲这个亲家，甲拢总市场的人，甲这个平白拢总4月日，就迄一日伊老呢，迄一日呢，伊人做大老热，做大老热，日老热，上班日人讲 holiday。像甲这个 Pesta Pulau Pinang 1个月无停，阳平4个月，万一这个做戏，万一那边做戏，万一做这老作，做这老作，日，and then 人名因为做古里囝不能就高买高虾米，伊无好高，干了是要啥个的人高，买啦、抢啦、刮草啦，虾米拢总是要啥个的人高，因为这王的物件，王甲这个。对面拢总甲了上个大人客，你看伊开钱一济，过了3个日，因为这个去做头的人来讲，互这个为啥个听，为啥个会爸听讲，头家拢总照教，特别无茶通煮食了。日去做水8,000人，他都有茶通煮食了无了，惨！嗰啲3个月渐啲落雨，他都通吹茶打的茶。咱关是用 gas， 咱唔知，故时那是往国家人，故时嗰啲是用茶，那是落天无打茶，真正凄惨。煮一个糜慢了熏了入白酒、流白油，我故时我做个细汉的时，我就煮糜，凄惨我是，特别这个看那茶无了。个正8,000人就要食安怎做？这个咱啊，这为啥个也爸讲，不敢市场看空的厝，还是超大的厝，拢总拆倒，摕来用做茶。伊人这
这古厝啦，这超大的厝，拢总拆都摕个茶来体会，都本安尼会动5礼拜呢，动了5礼拜，过就来讨头家无茶了，这个要安怎做？按这个咱那仔啊，为啥个会罢讲？开外张经，我迄个张经迄个布的张经，这只布较粗的布。开咧油浸布浸油，来摕回来做花茶。你看伊人啊，真正了，布好好的布出来浸油了呐，一人夹一桶去，一人夹一桶去煮食，去做。安尼4月日，这个500个拍金的人直接拍，这个叫做巴鲁勒，无用线，用这个铜啊，这个叫做银线，从撑起来头壳白，人讲杀毒的微量在了大了。大只的这个阿毛本一拍一百这个杀毒的个了，卡头乌本一百杀毒2的卡头乌，2的这个手腕，这个2的平安，干了是补个咧，拢总。伊个空手，一边正手边甲倒手边的是。有500个这个孔雀的毛，不是孔雀的毛做，拢种银金，伊个金个毋是叫足金 red gold 做安尼，按伊个牛拍了啊，这个查某若是穿了行的时，伊个这个金箔，你动我动你，伊动，还有音乐，听了像天顶的人仙女伫佚佗音乐呢，无大声，也是无讲细声。听了阿瑞真正好听，所以行的时候看，安尼样，穿起来上久，对面看到一只孔雀，了个毛嘛，那伊那挖头的时候，你看伊毛变的色，变来变去的色，安尼像啊一个孔雀徛伫一个石头安尼样，伊个这个一支的骨，一千支的骨。咱伊讲啊，伊个即个金，甲伊个金啊，1000个尼卡索gold，这尼卡索我唔知是虾米物件，安怎翻译中人我唔知，但是拢总是宝的物件。90 million， 1 million 是100万，你人去算看，90 million， 铜钱啊100千，但是伊个即个价值迄个物件90 million。按这边福建的再来讲，安怎一个查某会谈安尼款的讲，安尼款的金器，世间毋捌听到一个人穿着安尼物件，嗰个大了，杀毒的脸，嗰个是个安做虾米好？啊，这边福建的再来 explain。较早一个佛是叫做加萨巴布达的点声，佛教是做王的查某囝，伊去观顾这回乡，有一日。啊！这一生咖啡，伊做咖啡主，伊送20千条的咖啡，安尼有20千的回销。按这边福建再来讲，若是人会记无福字，我是讲啊无保湿，查某若是保湿，尿只伊爱出是水，然后爱吞润性第一水，然后。保湿咖啡，伊水伫下面，伊3块真正水，伊加穿。查某若是穿足的3块，伊无水比真正本是真正水。若是真正水，佮穿足这3块，啊，你上个线路安尼水。所以这个啊，福建的材料讲啊，若是伫学生咖啡，查某爱出事，看下面。伊3块，伊真正感情。第2项，伊若是谈假装，伊若是教人的起假装，另外直接过别人。所以这个查某，因为伊送20千条的咖啡，伊的这个功德，你看伊看到这个 great 巴鲁勒，无人会称。他顶福建在啊，他顶较stra咯，我才讲，不但有讲，全通世界。会趁找着3个查某有这个福气，趁穿安尼款的咖啡。若是大包送安尼咖啡，你安怎做啊？大包就无爱水安怎做啊？大比大包逐月若是送这咖啡，去甲囡仔点声，
逐个伊若是后过要出家的时啊，伊会拄着一个佛顺手讲，哎迄咪久，噗，头毛家己落，18分变家己。所以这个就是大弟这边有讲啦，无逐个时我去讲啊，在这生家己的时，到好这4月日了，伊大伯啊，伊爸讲，好，你人要带神鸟队会使带队了，然后唔妈在神鸟要去，今暝要看今日。伊上街庄啊，啥啦？做阿爸要学要得拜，伊得拜还没有人听话。甲搭累500顶的牛车底，甲搭金盘呢已经500顶的牛车，用金的呢，银盘本是500顶，了这糖啦，这还没推推托托的500顶，甲搭酒呢500顶的牛车。and then B， 因为伊较顶去看伊叫伊查某囝看路，就要对我查某囝去，伊予500顶牛车的米包一包一包，了家私出来家私本是500顶，干了安尼算，查某囝有间初间伊予1500个，按达的查某囝伊无做好，你上个查某囝穿蓝瓜，装水水。坐马车，3人一顶500顶的马车，一个干了要顾虾米？顾我查某囝，安怎这个功德安尼去看，真正香。落来一看，送这个厝来用的物件来讲，看到我要来送牛，3树古基丘的牛，伊300卖水的牛，3树古基丘。赶迄个牛，讲是一只，扎安尼牛，3树古基丘了扎起来，像变300千只的牛，了扎了用鼓拍了赶只牛，啊，我查某囝的牛直直去，伊查某囝的牛就去了，那面向边是伊爸的牛，伊爸的牛我跳出来120千只，跳出来300人袂打喊人讲。去走讲话，常常讲头家，你的牛本100几千只，跳入去参加你查某囝的牛，了伊讲，这个是我查某囝的福气，满过头满。比这边伊本有讲，福建的才来讲，虾米事伊伫送这个家庄的物件，安怎伊要送安尼坐，特别过头坐来，就是真下久。在伫武大加沙巴的点声，伊伫保时在回想了有一日，几千个马路在入做回想囝，3万个啦。and then 伊伫保时在回想的点声，伊看这个牛铃4、5项，牛铃啦，青牛铃啦，牛铃的尖啦，乐骨也是牛油啦，了这个伊人叫人家爱食这个酸牛铃母乳。干了牛铃的属于好这个沙皮水清的，咱这沙皮食到没了，牙手扎，搞了，特别伊心好，伊爱人，伊讲你把你在做回想，今日做头一日，他等半暝路不到腰，加吃淡薄，达咧伊加天淡薄，伊意思心是啥物？惊人不到腰，伊大量干呢。有的人伊若是做保险，啊，我看伊发家食啦，我看伊去耍啦，然后带伊囝来斗耍来斗做，是啊，后面的人食无，这个就是保险的点声，伊有着起，伊大陆根本无欢喜心，特别这个大量，安尼伊讲特色了就是你看，了大行满，要三树古基丘，120千只的牛家。了，伊妈讲，你互我查某囝逐项照教，特别要教伊做初工的，故你无赶的，你无好。伊讲好咧，你唔使花心，妈在你看我要做虾米，互你看。所以暗暝了，伊叫伊查某囝来进房间，and then 伊隔壁房间拄好伊五官大啲。这壁房间伫遐喘伫倒，了这个房间是叫查某囝来，
而且查某囝来是阿爸甲查某去讲话，特别亲家头听。所以讲给查某囝听，查某囝，妈在你要去入人的门，要食人的饭，这个10项你较注意。然伊讲头一项，厝内的火唔通惹出外面；第2项，外面的火唔通惹入来厝内；第3项，水水有雨。你本好，第4項，水水無雨，你唔通雨。第5項，